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长的选战。国民党的参选人李树川最近得到新北市镇警的收听，有这个较早挺侯友宜的关键力量来支持，更加有实力。啊，李树川的团队嘛会当看到朱立伦甲侯友宜的人马。另外，民进党的苏卡会是来展现着伊的好歌喉、友情甲市民的距离，嘛甲新加坡的市长来合体谈论城市治理。啊，若是安尼甲比较起来，民众党的黄国昌就加真低调，真少看到伊咧走地方的行程。因为新北镇警新春参会邀请，和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树川加真有信心。行到大意，讲实在，拢是千里前程，心内嘛真温暖。毋若得到这个过去拢挺侯友宜的关键力量的支持。李树川的身躯边仔嘛发现讲有前主席朱立伦的人马陪同，国民党前副秘书长江俊廷做伙出现，包括现在李树川的团队已经陆续成型，协助媒体工作幕僚，捌做过侯友宜总统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吴良贤，已经组成诸侯联军。李树川的社群主视角4大字做代志的人，也有官方的这个相片嘛已经公开啊。另外一边，苏卡会继续走绿箭，好歌声、好乡亲印象真深，并且嘛有公布甲新加坡西北区市长林祖明的相片，强调讲台湾甲新加坡的友好，两人嘛为环境的永续、产业的转型，讲到青年的政策，分享城市治理的方针甲愿景。卡川两个人陆空战激发，若讲起了民众党参选人黄国昌是正式咧走基站，不过三家队的局面，新北市长这战已经拍甲真热啦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